今年咧，我一定要早起同埋減肥，專注。上年都係你咁講啊，點解失敗啊？因為我唔夠自律，意志力太弱。我問你，如果你屋企廚房水喉漏水，成地都濕晒，你會點做？抹地啊，啱。抹完地第二日繼續漏，你繼續抹。抹咗呢個月啦，你會點諗啊？我應該收水喉，但係你定呢個新年目標，其實就係不斷叫自己喺度抹地，即係話新年目標係冇用嘅，唔係冇用。定目標的，而且確讓你勤力。你頭幾日好熱血，但係你從來都冇修理過條水喉，咩意思啊？90%嘅新年願望都係失敗嘅。點解？因為你淨係改嗰個行動，早起、減肥、專注，但係你腦入邊深層嗰個程式，佢係會自動保護舊嘅模式嘅。因為舊模式對你嚟講呢係安全，而且更熟悉。所以我其實就係同緊自己打交咁多年。你用意志去對抗緊一個更深層嘅系統，就好似你不斷抹地就係靠意志，但係水喉就係咁流，你舊嘅身份仲喺度。咁我可以點做？收水喉唔係改行動，而係改呢個身份。咩叫改身份？早起唔係因為靠鬧鐘，而係你係一個自然早起嘅人。減肥唔係靠節食，係因為你本身就係一個懂得飲食嘅人。專注唔係靠意志，而係你一個系統化工作嘅人。幾耐啊？唔係時間問題，係層級嘅問題。一年嘅目標就係教你不斷去抹地，而身份嘅重新架構呢，就係讓到你收好個水喉。唔係要更努力，而係你要改變你內在運作系統。就繼續。